哎呀，这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保守看顾咱经过搁一礼拜，日子咧经过，上帝主爱无停止，咱感谢上帝一直会看顾。咱也感谢伫主的面前，新的一年，咱望会当伫2026年，咱会当靠着搁较近，咱会当甲福音传了搁较远。所以愿上帝亲自赐恩伫咱当中。互咱更加顾惜咱身边的每一个人，用真实的心来疼惜，用真实的心互相来照顾。但互咱毋是干那客气的表面，乃是照主耶稣所甲咱讲，切实对心内底彼此相疼，就亲像主耶稣疼咱，咱也安尼彼此相疼相照顾。咱来继续伫主的面前，为着咱的教会，会当真做一个有疼。伫祈祷当中，甲上帝三角同行，敲出伊的心意，并且互咱的教会真正是伫上帝的路用内底，对着咱每一个人的家庭，对着咱的社区，对着咱的城市，带来正面的影响力甲祝福的能力。咱三角做伙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宣告、来甲主三角同工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你的听，甲阮三角同在，保守引带阮，伫这个日子，互阮更较倚靠主你来行。你是上帝，你是赐恩的主，要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美好。你是疼痛看顾的主上帝，你的信息是阮大细的盾牌。主啊，我仰望你的怜悯，愿你伫我的身上来保守看顾。特别主你亲自来安慰忧伤的心灵，互阮的心灵伫主你的内面得到照顾。主啊，阮的心需要你的引带，阮的灵需要你的更新。上帝啊，阮伫旷旱无水的所在阮敲找你的面，迄个旷旱是遐尼大，但主你亲自来帮助阮。赐恩保守，互阮甲主你三同行。主啊，阮所恳求你继续伫这一切事上怜悯保守，互阮会通伫安乐圣教会甲你的正义女三角同工。主啊，互阮会通伫你的内面除去这的软弱，互主你家己的溃烂，诚侪阮的力量，引带阮，保守阮。互阮伫主你的怜悯内面，重新得到快乐甲光强。主，阮仰望你，互阮细囝为着家己来祈祷。主，互阮会通伫这当中进入到伫上帝你的丰富。感谢主，你的信息，你的慈爱，你永远疼痛甲平安。感谢主的疼痛，哈利路亚。万军的耶和华，你是信实的上帝，安慰每一个忧伤艰苦的心灵。主来保守引带阮，行过所有的艰难，到伫如今，你的慈爱，你的信息，一直拢甲阮同在。阮感谢主，你无照着阮的软弱待阮，反倒当用你刚强能力甲稳定的手。就是你永远慈爱的圣手，牵阮、扶持阮、建造阮。主，愿将这美好的疼痛所得到的恩典，愿献上感谢。也仰望主你继续赐恩伫阮的身上。伫2026年，互阮的心更较大近，互阮甲主你大近，互阮甲人三角做伙，伫真理内底甲主你同行。伫疼痛内底，甲主你三角同行。你是疼的主，你将恩典对天赏赐落来，要互阮伫地面上会当照着你的恩典能力甲权能，来见证上帝你永远的救恩。愿你继续使用你家己的教会，互你的教会伫你家己的疼甲引带当中，按着社区。城市国家带来祝福，带来更新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
阿门。感谢主，来请江伟兄来报告。那这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清早得当进入上帝至圣所来敬拜阿乐伊。感谢阿乐主听堂，因互咱遮做一家人同心喜乐，伫个面前献上感谢。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主恩典，恭喜吴玉祥、陈玉贤夫妇伫1月7日蒙主赏赐新生命的产业。愿上帝赐福因一家人有主恩典同在，细囝平安健康。第二，1月10日，礼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九子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三，1月25日，礼拜日下午2点半举办讲座。创新改变，以色列用科技改变世界。台湾如何甲伊合作发展？地点伫鸿运文创中心，欢迎兄弟参加。报名表伫公布栏公告群组。第四，2月初2到初6，就是拜1到拜5，伫教会举办儿童冬令营。相关的资讯已经公布伫教会群组，欢迎兄弟邀请认捌的细囝参加，并向孟村传道来报名。第五，2月7拜六中午12点，举办全教会联谊聚餐分享会，地点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敬邀兄弟踊跃参加，以一家一菜的方式进行。请到招待处登记报名。第六，感谢上帝恩典，进前李慧君夫妇的查某囝叶新丽姊妹，甲爱家陪教会谢文婷兄弟，将伫3月7日拜六下午2点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地点伫台南新乐园礼拜堂。敬邀兄弟当来观礼，祝福新人。今仔日主崇拜后，朋友喜饼，甲大家分享同乐。第七，新年度奉献地已经放伫各人的奉献柜中，奉献柜的个人编号位置小可调整，请兄弟留意。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谢谢。兄弟平安，咱的新的奉献地吼，请大家会当摕到的时阵会当注意就是咱有小可甲伊改版，就是阮伫正面的部分吼，拢无变啦，但是后壁面的部分，就是因为过去有即个为名牧师宣教的即个专款的奉献，但是即马已经取消，所以就甲伊摕掉。即摆呢，就是过去伫咱的兄弟当中有较侪人咧奉献的，就是建堂的奉献、甲仁爱的奉献，就甲伊放入去。所以，若是未来有兄弟姊妹有要奉献即两个项目，就会当注意，会当伫咱奉献地后壁面，拢有即个项目会当来标示，所以大家会当照着安尼来使用。好，感谢大家，谢谢。感谢上帝无限的疼痛，伫咱的心上，用着极大的祝福甲恩典赏赐互咱。伊是疼痛的主，伊对着咱有照顾、有引带、有保护、有建造，所以咱着仰着咱的主来唱新歌。咱即时三甲做起立，同齐来吟唱，单琴单瑟和乐，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着
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了。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伊答伫咱学了尊重。咱同齐举手敬拜，一起关起大，咱将阳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学了敬拜。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但愿伊答伫咱开声学了。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伊答伫咱学了尊重。咱同齐举手敬拜，一起关起大，咱将阳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学了敬拜。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了。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伊答伫咱学了尊重。咱同齐举手敬拜，一起关起大，咱将阳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学了敬拜。咱同齐举手敬拜，一起关起大，咱将阳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学了敬拜。耶和华是咱的主，全地都爱向伊唱新歌。有的时阵，迄个歌兼在是对着咱心中的忧伤；有的时阵，迄个歌是咱的娱乐；有的时阵，迄个歌是咱的恳求。圣经应允，出于信心的恳求祈祷，上帝的确会听。所以，咱即时三甲做开声来祈祷，来向上帝讲：主啊，是伫患难的日子，我犹原要伫恶乐当中呼求你的名，因为你的信实是阮大势的盾牌。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最诚的主上帝，你的恩典怜悯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安慰阮的心。引带阮，互阮对着心灵的忧伤软弱内面，来看见你的阳光。主啊，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扶持，是一切互我对你来得到坚强的主上帝。耶和华，我仰望你，每一个日子，你家己的恩典内底，我要对主你来行，要仰望上帝你家己所享受一切的丰盛。主啊，我要为你唱歌，要学乐，要感谢讲，是你互我的人举手敬拜，你赐权赐大，你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学乐。主啊，我要伫咧帮中来传扬你的名，也要伫你的面前，诚侪你所欢喜的后生查某囝。感谢主，你对着阮遮尔侪恩典，遮尔侪美好的听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了。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伊答伫咱学了尊重。咱同齐举手敬拜，一起关起大，咱将阳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学了敬拜。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了。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伊答伫咱学了尊重。咱同齐举手敬拜，一起关起大，咱将阳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学了敬拜。咱
同齐举手敬拜伊之权之大，咱将荣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乐敬拜。咱同齐举手敬拜伊之权之大，咱将荣光归乎伊。在做圣殿，咱献上感恩的祭，大琴大瑟乐敬拜，大琴大瑟乐敬拜，大琴大瑟乐敬拜。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亲爱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真侪好顶的人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主讲：我怎样疼恁，恁也着怎样彼此相疼。每一届在守圣餐的时阵，摕饼摕杯，迄个饼甲杯，互咱想着，互咱纪念基督怎样服侍咱，怎样疼惜咱。主讲：咱也着安尼彼此相疼。因为咱所有一切过犯，主已经甲咱撤销，咱会通成做上帝的儿女，永远永远伫伊的疼痛内面。每当我提起饼来，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月顶你换回我生命，予我回来天父面前。每当我提起杯来，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保护洗净我的罪，予我永远甲做家己。感谢你为我死的十字架，破碎的生命得到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天地的自由，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永远甲做家己，永远甲做家己，受伤教会。世界前庭，永远甲做家己。每当我提起饼来，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顶你换回我生命。予我回来天父面前，每当我提起杯来，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保护洗净我的罪，予我永远甲做家己。感谢你为我死的十字架，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天地的自由，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永远甲做家己。甲做家己，受伤教会世界
感谢你为我死的十字架，破碎的心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天意的自由，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永远甲做给你，永远甲做给你，受伤教会世的前提，永远甲做给你，永远甲做给你，永远甲做给你，受伤教会世的前提。永远甲做给你，永远甲做给你，永远甲做给你，受伤教会世的前提。永远甲做给你。天父，你的疼痛甲阮同在。赦免阮拢总的过犯，医治阮一切的疾病，因你的恩典撤销人所有的罪过，互人会通伫你的面前，得你的恩典，受你的照顾。你是主，永远的上帝，引带阮的心、阮的灵、阮的脚步。主，你带阮出软弱。进入你的光强，带出阮的忧伤，进入你安慰的力量，保守引带阮，将一切感谢献予你，继续使用阮，伫你面前得你的路用，真侪圣洁的器具，合主的心，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既然怜悯，互咱伫伊的听内底，会当得以存活，咱也伫主的面前，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伊。趁着主互咱的日子有健康、有稳定，有日光的时阵，殷勤赶紧来行天路，做主欢喜的工。三角起立来吟唱。殷勤做工，殷勤叫也来个，趁有日光是安。殷勤我天家天路，真正无撇过。殷勤好汉主耶稣，人命能成基督。叫也来个，工作无等行。殷勤叫也来临，快快抢救灵魂。你那么宣扬福音，世人为无闻。快快报以有救主。稳定的光复，殷勤叫也来临，工作要谨慎。殷勤叫也快来，为主尽力服侍。天定有关联安排。
朋友如无再念，生命温馨感情，你天骄傲也快来，帮助真相爱，你天骄傲也来个，看不见更是好，你天我天家天路。情无平安，因天下法主耶稣，你命定成基督，因天骄也來個，工作無單行，因天驕也來臨，快快求救靈魂。那麼宣揚福音，世人會望阮，快快報以有救主，阮等着大福樂，因天教也來臨，幫助着天心，因天教也快來。為主親難何塞，天定有完美等待，是為你安排。盼我了無再念，生命溫素感情，因天該我也來個，幫助真相愛。主，阮感謝你的聽痛，互阮佇你所存留阮的日子，阮殷勤做工。照主你所講，阮佇主內面的條磨是無空空的，因為每件代志對心內底為主來做，為主來聽惜，為主來服侍。主，你講攏要對你來得到賞賜。你親自將着活命恩典賞賜予阮，也將着能力權柄賞賜予阮，通予阮為耶穌基督來聽，為着耶穌基督來服侍，將所做的工，將榮光歸予上帝。人要看見阮的心上有上帝你的同在，因就要甲阮同齊做伙來敬拜全能的主上帝。也要對主來得到保守甲恩賜，將上讚而了榮光感謝歸於你，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咱同齊用主教示咱的祈禱，同心來祈禱，請。阮佇天年的父，願你的名聖，願你的國臨到，願你的旨意得成，佇地人親像佇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賞賜予阮。赦免阮的辜負，親像阮也有赦免辜負阮的人，無得帶阮入得去，就叫阮脫離迄個歹嘅。因為國、權能、榮光，攏是你所有，到代代無盡。阿們。請坐。那麼這是三個做伙來啟用，啟用文第2篇，我來啟，請兄弟來用。耶和華，阮的主啊，你的名佇全地何等的水！我觀看你鏡頭啊所造的天，並你所擺設的月亮星辰，就講：你予伊暫時比天使較細一點啊！你派伊管理你手所做的，互萬米就是一切牛羊產業的獸，空中的飛鳥，海裡的魚。耶和華，阮的主啊，你的名佇全地何等的水！阿們。願上帝祝福伊的話，
并尊敬以为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即时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三甲做伙来上读。温修几段的经文，同心做伙来上读，请。耶和华对拿阿讲：你甲你的全家拢爱进入方舟，因为伫即个世代中，我见你伫我面前是义人。耶稣对伊讲：转去吧，你的囝活了。迄个人信耶稣所讲的话，就转去了。才落去的时阵，伊的仆人迎见伊，讲伊的囝活了。伊就问啥物时阵见好的？伊讲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伊就知影这正是耶稣对伊讲你的囝活了的时阵。伊家己甲全家就拢信了。伊是一个虔诚人，伊甲全家拢敬畏上帝。济周济百姓常常祈祷上帝。伊有话甲你讲，劝叫你甲你的全家得救。因讲，百夫长哥尼流是义人，敬畏上帝，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伊望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你请你到伊厝里去。听你的话，彼得也讲这话的时阵，圣灵降伫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遐奉割礼甲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温数也压伫外邦人的身上，就拢稀奇。因听见因讲方言，称赞上帝最大。对安尼彼得讲。这个人既然受了圣灵，甲咱同款，谁会当禁止用水甲因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因施洗。因又请彼得带了规工，又带因出来讲：两位先生，我着怎样行才会当得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一家拢必得救。因就甲主的道讲互伊甲伊全家的人听。当暝就伫迄个时阵，禁足甲因带去，洗因的伤。伊甲属乎伊的人，即时就拢受了洗。对安尼，禁足带因上家己的厝里去，互因摆上饭。伊甲全家因为信了上帝，就拢真喜乐。管会堂的基利斯布甲全家拢信了主，阁有真济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阿免。搁再一届咱祈祷。亲爱的主圣灵，阮伫即时恳求你的恩典临在，来开启传讲的人的心。有受教的心，受教的灵，并且因为主你家己的同在，会当口出恩言，和每一位聆听的兄弟姊妹，同齐受圣灵的教示。你是主，是上帝，伫你的教会内面掌权赐恩典，互阮遵行主你的话语，就伫所行的路上得见你恩典，甲你阳光。关灵的同在，愿恳求圣灵亲自运行伫阮当中，引带阮，互阮的心拍开，互阮的耳孔听得明白，将主的话记存伫心内，通过画面表明出来。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几段的经文，大概咱以前拢有讲过。总是咱今仔日要甲伊做一个归纳。2026年，咱安乐圣教会的目标是会当互咱行了搁较近，会当甲福音传了搁较远。靠了搁较近，无一定是干那
对着咱人行做伙。有诶时阵无够近，是因为伊诶心无够近。有诶人安尼讲，是安怎人咧相骂冤家诶时阵，明明人就伫你诶对面尔，是安怎你着爱骂甲遐大声，吼甲遐大声？因伫迄个所在，心理学家讲一句话，因为因诶心已经离开足远，所以透过伊外口诶表达，望甲伊诶心会当揪，互迄个距离较近诶。所以咱要靠较近，一方面咱三甲做伙食饭，一方面咱三甲做伙佚佗，三甲服侍，总是另外一方面，咱诶心会当靠搁较近。你知影我诶软弱，我了解你诶苦情，咱因为安尼会当行了搁较近。咱也通过安尼彼此明白，互相扶持，同行天路，咱就会通搁继续往着搁较远诶所在来行。非洲诶人讲一句话：你若要行了足近，你着家己行；你若要行了足远，你着爱有一群诶人同齐做伙行。进前诶时阵，我甲圣文甲春龙兄同齐去做伙爬山。迄若要叫我家己行，敢若家一个人行，我可能赶死伫山顶。但是呢，因为有两个人伫头前引带我，因两个人不时行，看我还袂倒起来。我毋是无咧行，我只是行了较慢尔。所以呢，因着定回头过来看我，着踩伫遐来等我。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心会当行搁较近。咱若要行了足近，安尼咱的确着爱家一个行。但是，着无有人陪伴你，甲你享受迄个时阵的美好情景，也无法度创造共同的回忆。但是呢，因为互相同齐做伙斗阵行，所以咱就会当行较远，也会当共同制造一个美好的记忆。圣经伫这当中来甲咱提醒，因为安尼，咱所会当行搁较近，咱会当搁较行了搁较远，行了搁较近，但是行了搁较远，甲福音传往世界各角落。今仔日咱所看的这几段的圣经，头先讲到一个人叫做拿阿，圣经讲伊是一个义人。当上帝伫迄个时代看到人拢咧做歹，敢若剩着拿阿一家人伫上帝面前看做义，耶和华上帝讲：我要拯救你。圣经咱看7章11节创世纪讲：你甲你的全家拢爱进入大船，进入方舟。耶稣上帝对着拿阿的拯救，毋是拯救拿阿一个人，上帝对拿阿的拯救是拯救全家的人。约翰福音第4章50节到53节，这是咱进前几礼拜时阵才讲过的信息。加百农的官甲耶稣基督伫迦纳，伊亲自来到伫当中，甲耶稣三甲做伙同齐行。咱看伫这当中，咱看咱的画面内底有啥物货？圣经伫这真侪代志来讲。咱伫生活内面也会看到一寡代志，无要运动的人啊，伊就会讲：今仔日上班足忝的，天气伤冷，健身房伤远，明仔载才阁讲。但是呢，想要运动的人就会讲：最近身体有较懒，想要改变体力，所以呢，就是有30分钟的时间尔，伊嘛爱去改走。所以这就是对着一个人生活内底的一个理由，也是一个借口，伊拢会当讲得出来。想要做一项代志，你就有一个理由；无想要做的代志，人就有一个借口。上帝对着咱有理由，上帝对着咱有疼惜，因为伊疼惜，伊互人有真侪悔改的机会。但咱人真侪时阵是用借口来提示上帝的理由。所以伫画面内底，圣经伫这当中，咱今日所看的经文是。咱对着这几项的代志内底，要同齐做伙来思考，全家得到救这样代志，对着咱来讲有何等的重要？圣经伫迄个所在讲到第一个代志，第一项的代志是讲到这个加百农的官，伊伫迄个时阵明白知影，
是耶稣对伊讲话的时阵。另外，咱会讲到伫哥尼流，伊是一个罗马人的官，但是伊伫当中呢，真济来照顾以色列人，这是无简单的一项代志。等下咱会个说明。所以呢，伊是一个行伫公义面前，互上帝所纪念的人。然后，咱会当去看到伫即当中使徒行传去带伫当中保罗因去传福音。互人关伫监狱受鞭拍、受伤，但是呢，保罗甲西列犹原伫艰苦的时阵，吟诗学了唱歌，向前来迈进，直到上帝亲自为因拍开所有监狱的门，地大震动。了后伫当中产生了一个奇妙救恩的代志，就是苦难却是成做别人救恩的开始。所以因伫当中带来了全家拢得到救。了后，咱对着即几样代志内底，同齐来思考。大先，咱来看即个加百隆的官。即个加百隆的官，伊就知影这是耶稣对伊讲。亲爱兄弟姊妹，即段经文内底，咱若是倒转去读的时阵，你会明白一样代志。头先的时阵伊是讲圣经第一个所在讲，伊就信耶稣的话。耶稣基督对伊讲：“你的囝已经活了。”了后，伊就转去。转去的时阵。了，伊就伫遐伫路林来拄着伊的奴仆，伫拄着伊的奴仆，咱了这个奴仆就甲伊讲：你的囝已经活，伊就甲伊问讲，啥物时阵活？伊就讲伫昨未时的时阵，伊讲安尼了解，就是伫迄个时阵。咱注意斟酌，咱今日来思考一个问题：伫这个精准的时间点，伊是凑坎拄啊好，伊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代志吗？我就较好运。有时阵我听到基督徒讲无啦，牧师，我就较好运。我听即个话的时候，我听到拢足艰苦的。安尼，上帝是囥伫倒位？还是上帝特别照顾咱？咱着爱特别会晓得感谢上帝。当然，我知影咱会讲我较好运，所以我今仔日安尼。我相信这样代志。咱来咧讲好运的时阵伊是一款无机的状态，就是讲这个代志汹涌发生，伊无啥物意义。我今仔日就去互车撞无死，我就较好运。我毋是安尼想。圣经内底每一位活命受尊留落来的人，因拢会问一句话：主啊，你尊留我的活命要做啥物货？这是应该咱爱去思考的代志。咱今仔日抑阁有能力做这个代志，做迄个代志。这拢是上帝存留咱的活命。古早的时阵，阮少年细汉的时阵，读一本册叫做《暗示之后》，蔡淑娟。这位姊妹呢，伊自细汉的时阵有一摆，领导毋知怎样了后的时阵就是伫咧灶头遐，了后风吹咧灶头，灶头的时阵，火怎啊吹起来，伊的目睭这个所在，甲目睭烧害去。所以怎啊对迄一天开始，重新醒暝。伫迄个时代内底，也无法度救。即摆我毋知我度无啦，但是我知影伫迄个时代无法度救，所以伊变做伊的目睭会畏光，但是佫看无。所以伊敢若会当怎样关伫一个房间内底，完全拢总看起来的所在，暗面蒙，所以叫做暗示之后。但是真侪人知影伊即款的代志，所以就去甲伊探访，去甲伊关心。但是去甲伊探访、去甲伊关心的人，拢颠倒转互伊甲伊传福音。因为伊伫迄个黑暗的时间内底，伊伫迄个所在听别人甲伊讲教会有啥物代志，社会有啥物代志，伊就不断伫迄个所在祈祷。伊虽然目睭无看过，但是伊的心灵内底有看到。伊通过伫迄个无法度做任何代志的环境的下面，伊不断祈祷，不断祈祷，改变了教会真侪的代志。改变了真侪人的生活。遐受伊祈祷的人，听到伊所讲的代志，都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来到这个所在来甲伊感谢，来甲伊互伊祈祷。亲爱兄弟姊妹，伊目睭无看，伊互火烧去，伊惊光，伊住伫黑暗当中，但是伫黑暗的时阵，上帝光明甲伊同在。所以，咱人生内底所拄到的这代志，毋是无机的凑坎，乃是上帝伫这当中真水美好的安排。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会记得世间的代志有上帝奇妙的手，
但咱伫当中是毋是会晓得去思考，通过这草坎的代志，通过这哪会发生伫即所在的代志，咱去思考，上帝你咧对我讲什么话？咱的人生会拄到艰难、困苦、病痛、烦恼，咱会拄到灾厄，或者是咱家己无张持去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咱毋是伫迄个时阵埋怨上帝，毋是伫迄个时阵敢若高调一个人，咱是伫迄个时阵讲主啊，通过这项代志，你爱我学什么款的功课，主也求你帮助我，互我学会晓这个功课。伫这当中，加百隆甲迦纳两地最近的时阵应该整理起来的时阵，迄个时代内底大概是15到20公里，无算真远的所在。但是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内底，对加百隆到迦纳，这个官是住伫加百隆，因去到迦纳，将要15到20公里左右的时间，伊是用步练的，还是骑马车？但是伫这当中有旷野，有其他的危险，抑个其中，亲像咱古早有土匪、有强盗。但是这个老爸，伊伫这当中愿意付这个代价。伊去到伫迄个所在，伊探听，伊敲吹。咱咧斟酌注意，人伫一个城市，伫一个庄头内底探听一个人，这个人应该嘛是真出名，是毋是？这个人真容易探听会到。等伊探听到，伊敲吹到了，伊伫迄个所在甲伊恳求。伊找到耶稣的时阵，伊要按怎样开喙？请咱注意，伊是一个官，伊是一个官。伊毋是罗马人的官。牧师进前的时阵有讲过，伊既然毋是一个罗马人的官，当时统治犹太地人是以东人。以东人是啥？以东人就是以色列人这个雅各伊的哥哥以扫。所以以东人甲以色列人其实有某一种程度的仇恨的存在。但是伫即款仇恨的存在内底，以东人伊又阁是做官的，但是伊要来甲耶稣是因看轻的犹太民族，但是伊爱来甲耶稣求，伊即个面有会落来无？这也是咱爱思考的一项代志。所以伊要甲伊讲即个代志的时阵，伊要怎样开喙耶稣讲：你来救我的囝。伊是做官，耶稣伫迄个时阵是一个平民百姓尔。亲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耶稣会答应吗？那安尼，咱去思考一个代志：凭什么耶稣基督爱答应你？这是咱伫活命内底斟酌思考的智慧的问题。是咱的活命究竟是安怎向前行？咱人生拄到问题的时阵，咱来到上帝面前，咱要甲一个救恩，要甲一个疼惜来分享人。这个老爸伊做的一个大，是因为伊有疼，所以愿意付代价。亲爱兄弟，真心敲找主的，主讲到我这里来，我总无放杀伊。虽然主耶稣第一句话甲伊讲什么话？恁若无看到神迹，总是毋信。但是主安尼甲伊讲的时阵，讲啥？讲伊甲伊讲，拜托你赶紧。耶稣甲伊讲：你转去把你的囝活了。亲爱兄弟姊妹，是基督期待咱对伊有相信，但是就是咱的信心无够野的时阵，基督对咱抑阁是有疼。圣经讲，伊信了伊所讲的话，伊就转去。这是第一届伊所讲的信，有无？你甲伊看伫50节的时阵讲，迄个人信耶稣所讲的话，信了伊就转去。这是伊所信伊所讲的话，但是到伫53节的时阵，伊就知影这是耶稣对伊所讲的，你的囝活了，伊甲伊的全家就怎样拢信了。这是两个无共款的信。第一个所讲的是，我相信耶稣所讲的话，这是一个代志的发生。我的囝会好，但是伊敢有信耶稣？无一定哦。但是第二届53节所讲的，伊就信了。这时阵伊信的是啥？信耶稣是基督，是一位要来到世间的主。伊毋是信耶稣是一个真牛的医生，伊毋是信耶稣是一个法度解决我财政问题的地下钱庄，伊毋是信耶稣是一个真牛
会好的老师教导师，毋是，伊是相信耶稣，这拢是，但是更较重要是啥？耶稣是我灵魂的救主。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伊甲伊的全家就怎样，拢信了。伊的活命因为安尼活起来了。所以咱若是真心来敲找上帝，咱的确找到，因为主亲自对咱讲：到我家里来的，我总无放杀伊。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主的确会陪伴咱，甲伊讲来。阿免。第二，咱来看另外这个人，《使徒行传》内底所记的这个虔诚人，这个人是罗马人，伊个是一个罗马的官。即来兄弟，咱斟酌来思考一个代志，就是伫迄个时阵，其实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犹太人定定咧反背罗马人，因咧期待耶稣会当做来引带伊推翻罗马政府。所以是安怎伫食了迄个五块饼两尾鱼的迄5000人，因大人安怎要甲耶稣安怎敬起来做王？即马着牛信都无惊，5块饼两尾鱼会当饲饱遐济人，安尼即马毋免惊牛信，牛草无够所以甲耶稣甲伊敬起来做王好，安尼咱安怎？咱甲阿强杀互伊倒着安怎？着保证有5万但是你斟酌注意看，耶稣基督毋是要做即款的王，因为伊知影。真正的问题毋是政治的方式，真正的问题是啥？人的心有改变无？所以罗马人因伫迄个时阵咧统治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定定会起来反叛。当伊起来反叛的时阵，罗马人就会来镇压。这个人是一个百夫长，百夫长伫迄个时阵因大概实际上来管理的时阵，大概是差不多80个人。还佫有其他的指挥官等等遮个人，所以大概是超100个人。但是加上伊家族的人不止真侪人。所以呢，伫即当中伊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圣经讲到即个人，伊虽然统治伫犹太即块土地，伊也是一个真有能力的军官。百夫长是当时作战的军队内底。差不多是一个营长的左右，即款的军人，迄是一个作战内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上界重要的基础。了，当伊伫迄种，伊是即款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伊无欺负犹太人，反倒当伊敬畏神，伊祈祷上帝。头先伊所祈祷、所敬畏的上帝，伊毋知影这是耶稣，伊毋知影这是耶和华上帝。但是伫伊的心内底，伊的确想一样代志：天顶地下一定有一位神。所以伊用着伊所行来救济丧乡，伊将着伊家己所得到的这薪水来照顾伫伊身边这丧乡人。伊是一个遵行天理的人，总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奇妙的代志。就是讲，圣经伫这个所在记载讲，伊是一个虔诚人，伊甲伊全家拢敬畏神，并且伊的敬畏神是怎样？通过救济百姓，并且时常咧祈祷神。了，这个人一天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所在，伫安尼祈祷。了，当伊祈祷的时阵，会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一个天使来甲伊讲，哥尼流啊，你的祈祷，你所做的代志，上帝拢已经看到啊。了，伫这当中上迄个时阵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或者彼得伫迄个时阵伊就伫伊的朋友的厝内底，伫遐咧徛起的时阵，伫约帕。但是这个人是伫该撒利亚。所以伫这两个人当中，因相时感受到一个代志，这是约帕，这是该撒利亚。了伫这个该撒利亚甲约帕当中，距离差不多有45公里。伫这当中呢，该撒利亚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伊伫迄个所在祈祷，伊看到迄个异象，天使亲自来甲伊讲话。
上时伫迄个当中，伫当时约帕的时阵，距离伊无共款的所在，上帝亲自来按着即位伊的门徒彼得甲伊讲，伫迄当中甲伊讲，遮有遮的物件，了后你摕落来，甲伊摕来食。彼得甲伊讲，主啊，我遮物件毋捌入过我的喙，因为这是误会的物件。天顶有声音甲伊讲，上帝所洁净的，你袂当甲伊当作误会。了一届、两届、三摆，了后伊就这个物件就收倒转去到天顶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有的时阵咱会看到一样代志，就是这个，咱会讲到这个印证。有的人咧想什么款代志的时阵，因就会想讲这代志有印证。我进前的时阵捌听过其他的教会发生一款问题一个兄弟看到一个姊妹，就爱着这个姊妹，就走去甲伊讲伊就甲这个姊妹讲，伊讲猫咪姊妹，我甲你讲，我今仔日的时阵我要出门，我就甲上帝祈祷。即使我今仔日来教会，我若是拄着你，安尼就是上帝爱你甲我结婚。所以伊就安尼甲伊讲，真正今日这姊妹有来，若要安尼，毋着过来拢爱甲伊结婚。真系兄弟姊妹，这就是印证，印证伊应该是双方面相似的。所以咱伫咱的活命内底，爱斟酌注意代志，毋通用到咱家己所期待的，去甲上帝的话砍过去。这个印证是彼此双方面的伫当中的见证。第一个部分，咱通看见，哥尼流是为着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提供伊对着未知的将来，伊爱差遣人去，因为天使甲伊讲，你去到约帕，请一个人或者彼得，伊带到一个咧做皮箱的内底的人的厝，你去甲伊迄个所在对遐甲伊请伊来。45公里伫当时来讲，毋是真近的距离，嘛毋是敢若会当请一个人去就甲伊请下来，因为迄个路途充满各种的危险，所以必须要有一群人同齐做伙去，了伫迄个所在互相保护、彼此照顾，了搁爱甲彼得甲伊带来，甲伊保护好好，甲伊照顾互伊好势。但是咱通看到一项代志。哥尼流为着一个未知的异象，虽然伊伫个所在看见天使对着伊显现，但是伊敢袂感觉讲是我目睭看了火去，还是安怎样去？但是伊看到这个代志，伊就做这个动作，伊费心费钱费力，伊伫迄当中请人做伙去，伊就去，遐个人去到伫迄个。做皮箱内底，因的家庭内底就甲伊问甲伊讲，果然伫迄个时阵，彼得才伫咧想遐个代志的时阵，人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咧找一个彼得的先生，彼得对楼顶落来，伫遐呢甲伊问了的时阵讲，安尼遮尔奇妙，所以伊就喊因三甲做伙来到哥尼流因兜。当伊来到伫哥尼流因兜的时阵，咱看到一项代志，圣经伫这个所在。来到伫遮呢，第20节讲，因讲必府长哥尼流是义人，敬畏上帝，为通过的人所娱乐，伊望圣天使差遣指示，所以伊伫这当中来甲伊请彼得去。了彼得一个咧讲这话时阵，圣灵降伫伊的身上。亲爱兄弟姊妹，彼得伫迄个时阵，伊伫遐上帝伫遐咧画帕拉肯的时候讲，主啊，这物件我都袂当食。其实嘛无物件，敢若是顶悬迄个看到一个异象安尼尔。但是外邦的人来甲彼得讲这个代志，彼得伫迄个时阵对天，伊对楼顶落来，伊就感觉真正稀奇。了后彼得就同齐喊因做伙去到哥尼流因兜的时阵，伊就开始哥尼流就将伊所看到的异象，并天使甲伊讲的这话，拢甲彼得讲一解。彼得就感觉真正是安尼嘛。所以就开嘴，开始将耶稣基督福音来甲因讲互因听。当这福音讲互因听的时阵，一个咧讲的时阵，
圣灵对天降落来，了后，这外邦罗马帝国这个哥尼流引导的人开始开嘴讲方言，讲出别国的方言来。所以因伫迄个时阵感觉，哪会遮尔啊奇妙？所以伫遐个时阵，因讲，因听见方言称赞俄勒上帝做大。我相信彼得一定听会清楚这话到底是啥物话，因为圣经真清楚，因听见，并且彼得毋是甲伊一个人去，也佫有其他的朋友同伴甲伊三甲做伙人，所以呢，因是同齐做伫即当中来见证即项代志。所以彼得就讲，这个人既然受了圣灵，甲咱共款。所以彼得毋是家一个人，伊是一群人做伙去，同齐见证这个代志，就讲安尼，咱有啥物人会通禁止这个代志？意思是讲啥？咱无权利，因为上帝已经通过这来做见证。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应允这项代志，咱搁倒转来看，伫第2节安怎样讲？伊是一个虔诚人，伊甲伊的全家拢敬畏上帝，所以伫这当中。14节又搁讲，通互你甲你的啥，全家拢得到救。哥尼流因兜是哥尼流一个人得到救吗？毋是，上帝的心意是啥？爱因全家得到救。咱来斟酌哥尼流这个事件，哥尼流这个事件真有意思，伊是外邦的第一个教会。福音传到这个所在，传到外邦是对因兜开始。所以上帝对着拯救，毋是对着拯救一个人开始，是对啥物？拯救一个家庭哦，规家拢总信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同齐来思考，外邦人。罗马帝国的这个这个将军，伊伫伊的善行受主所纪念，了伊领受上帝话，伊就怎样？伊就去行。那这上帝选民彼得，甲这其他的同伴，因嘛是共款，因领受上帝话，因就去行。这是两方面拢共款，上面是。因所拄到的异象、看到的物件无共款，但是因共有一个情景是啥？领受上帝的话语，因就去行，因就去做。上帝既然救你，就一定会救恁兜全家。伊有甲这个权柄伫你的身上，这是咱来斟酌这个代志。咱是毋是愿意顺探圣灵的启示、教导、甲引带？咱若真正有安尼行、安尼做，咱一定会全家得到救。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伫全家得到救，毋是干那孤一个人得到救。伊哥尼流愿意付出代价来测验上帝的作为。虽然伫45公里以外的所在，我毋知影遐是毋是有一个彼得，我毋知影这个彼得来到阮兜会当做啥。但是，伊看到这个异象，伊顺探上帝的旨意。彼得伫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一块布，甲顶悬载着真济绑着这真济这物件，无洁净的这物。但是伊对天对落来，了个收起，一连3摆，上帝对伊讲：起来，抬了食。但是彼得讲：这无洁净的物件，我毋捌入我的喙。上帝甲伊讲。我所洁净的，你袂当甲伊当作误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因拢听到上帝的话，因拢看见上帝的异象。彼得伫当中要对遐来到遮，佮45公里，了伊嘛爱佮倒转去。两边拢总共款，但是因也有共款一个心志。上帝安怎讲，我着去甲伊行，我着去甲伊做。所以，这个代志着合起来，着成做一个。极大稳定的祝福，亲爱兄弟姊妹，这张图上青团契大概无5分，这是我昨伫上青团契所分享的。我甲伊讲，咱敢看到这是啥？游轮嘛，即马足侪人爱坐游轮啊。
各有人计划要去坐游轮环游世界我嘛真有意爱你，但是咱真有意爱的时阵爱怎？爱欠钱嘛，对吧？爱计划时间嘛，咱爱拍算嘛，是亲爱兄弟姊妹。总是我咧想咱敢有可能亲像咧计划要来坐游轮迄款欠钱？用心甲时间拨出来，咱嘛用这款心情来准备、来计划，计划啥？来计划一个家人的幸福小组。咱若是去佚佗游轮，凊彩嘛爱5、6天，敢毋免？无3天4天，咱会当因为安尼咱嘛是爱开介济钱。无，咱算较俗咧，开1万就好啊。咱用1万块了来邀请咱厝内面的人，就干那一个人就好啊。来邀请伊食饭，你一顿准你食1000块，嘛会当食偌济？食5顿。食5顿伊个毋信主，你就继续家己祷。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迄个疼，是毋是会当去摸着伊诶心？咱为着一个人得救，来费心神、费力、费钱财，还是咱用着一个家庭，咱就是咱伫厝内底，咱是爸爸，咱是妈妈，咱是阿公阿嬷，咱是毋是会当安尼来邀请咱的囝儿孙？我听过美国一个见证真有意思啊，一个阿嬷因遐囡仔礼拜日拢总爱去佚佗，因个住伫无共款的州啊，伫无共款的州。这阿嬷足有钱，但是伊甲因遐囝孙仔讲你若要摕我的钱礼拜日来陪阿嬷去做礼拜，送阿嬷送一届，互你100块美金。这囡仔大家听着嘛拢足爱，你知无？你若对别州隔壁州来的时阵车钱拢阿嬷甲你算。你陪阿嬷去一届，甲你送你100块美金安尼，奉献的钱阿嬷我来甲你出。你敢知？伊就是安尼甲因遐囝孙10几个囝孙全部拢带到礼拜堂。阿嬷讲钱无要互恁，要钱家己趁。来我遮打工，打工就是陪阿嬷去做礼拜安尼。亲爱兄弟姊妹，伊有用心无？伊真用心。所以咱是毋是？我会当甲咱的后生查某囝，因会得救这样代志，真真正正来甲关心，来甲做起来。最后时阵要讲到《使徒行传》内底，就是讲到保罗甲西拉因伫当中传福音的时阵去互关起来，了关伫监狱。总是呢，保罗甲西拉伫监狱内底游玩唱歌，因伫唱歌的时阵学了上帝。圣经讲地就大震动所以伫艰难困苦的时阵我甲当抑阁学袂晓啦。我实在甲各位报告，我甲当抑学袂晓。要伫艰难困苦的时阵唱歌，实在足无容易。但是圣经讲啥？讲当咱伫艰难当中唱歌学了上帝的时阵，外邦就要知影上帝伫恁当中。这个能力是何等的大。所以伫艰难的时阵，犹原阁会当唱歌。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能力，亲像阮即个人我讲阮即个人就是细汉受苦的时阵想过济。阮即个人这危机型人格，阮拄着代志的时阵绝对拢想歹的，想歹的，绝对袂想好的。虽然代志看起来真好，95%拢真好，但是阮一定会看到5%迄个歹、迄个歹、迄个惊吓。所以要叫阮即个人危机型人格的要唱歌要学了上帝，特别是要伫苦难当中唱歌学了上帝，更较无容易。但是呢，保罗甲西拉，互咱有一个真水的模式。伫艰难困苦的时阵，因相信我是为着基督名受苦，所以我愿意唱歌学了敬拜，因为上帝欢喜互阮安尼。因为我所信的上帝是谁？所以因就学了敬拜上帝。过的时阵迄个唱歌地大震动啦就
地动啦，足大的地动啦。真侪人吼，咧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届吼，伫一个校内底吼，咧讲这个道，了迄校的人讲啊，迄迷信呐，迷信呐，你知无？我甲讲，哦，你的意思是啥？伊讲地动毋是因为因唱歌啦，是因本来就地动啊咧，刚好凑巧而已啦。安尼听无？无输恁就是拢太过迷信了啦。拢甲代志哦，拢归于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对啦，我就是要安尼甲各位讲。咱谈拄啊，一个会记哩无？耶稣甲伊讲啥？耶稣甲迄个加百隆的官讲：你转去吧，你的囝安怎活了？了，伊拄着伊仆人的时阵，伊就问因仆人讲：啥物时阵好？伊就甲伊讲：未时的时阵好诶。了，伊就甲伊讲：伊正是知影拄啊好是啥？耶稣甲伊讲：你的囝活了迄个时阵，哎嘛拄啊好诶。现在兄弟姊妹，你知无？就是讲，咱会真自然就是囝，咱若无爱相信上帝，咱拢讲啥？拄啊好诶，臭坎诶，幸运诶啦。我命中该如此啦。现在兄弟姊妹，世间无遐济臭坎，的确是有上帝奇妙的手伫其中。所以当地大震动的时阵啊，家角的门拍开去。了，迄圣经甚至讲啥？迄个目狗啊，锁链安怎断开落伫边啊？了，迄个固守家家的人，看到即个时势，保证啥？即要人一定全部拢总走去嘛？迄家家都毋是干那关保罗甲西列啊？但是圣经讲啥？保罗甲西列伫迄个所在，其他的人安怎拢毋敢走，因为啥怎？头先的时阵，保罗甲西列因唱歌，边仔的安怎？即个家甲互关的人安怎做伙听呢？我想讲保罗甲西列，伊若无得帕瓦罗蒂，无是白清国，对无？所以因的确是安怎？伫当中唱歌，学了上帝，迄个声，甚至用因诗歌来学了来敬拜的时阵，迄个歌声已经将福音的灵藏伫遮家甲的人、受关的犯人的身上了。所以当保罗无震动，因敢走？毋敢走。上帝甲即家的人拢安怎交代伫保罗的手中？虽然圣经无安尼讲，但是咱会当看到一个事实是啥？保罗无震动，其他的犯人毋敢震动。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啥？阮拢伫遮，无甲一个人走去，阮拢伫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苦难当中，学了上帝、敬拜上帝，是咱会当三甲做伙学习的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因为咱相信，咱的上帝赢过苦难，赢过问题。所以到尾笑的时阵啊，这个顾家家的人就走来跪伫保罗西拉的面前，讲：安尼，我即马要安怎？保罗无伫迄个所在讲：安怎？赶紧的传物件互阮食，搁咧安怎？无，保罗讲啥？第一句话就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爱得到救恩。保罗的心知影这样代志，上帝显明一个新约，显出一个大作为。这个新约甲作为，毋是要讲我保罗西列真牛真厉害。这个新约甲作为是咧做啥？见证上帝真牛真厉害，若毋是上帝稳准，恁无法度甲我关伫遮。但是上帝透过我的苦难，互恁的全家得到救，互我有机会来甲你讲，今仔日你的家庭需要救恩。我咧思考这段经文的时阵，我定咧想吼，是毋是这个家家的恶卒其实伊过去可能伊的人生活真苦楚，伫咧想讲我这世人就是干那做这个恶卒干那只顾这个犯人，我的人生有啥物款呢？我人生敢是干那安尼尔？我定咧想讲是毋是心内底定定有这款的忧闷呢？所以上帝透过保罗甲西列来甲伊报扬福音。虽然保罗甲西列看起来这是一个苦难，
但是实际上，这是上帝为伊预备另外一个阳光的开始。亲爱兄弟，全家信主是主的心意甲期待，是以马内利实际上实现伫咱人生活命的世界。这是信息的上帝所应允的代志。你有看过这个广告无？有无？全家就是你家啊！所以全家爱得到救是啥？来，甲你的身边兄弟姊妹讲，全家就是你家。来，甲伊讲，所以你全家都会得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来拜托。来，我们把这段话改念一改啊！把全家信主当作一回事。我无事甲你拜托。在其他小组吼有3个核心价值，在其他小组有3个核心价值，共同的信约。第一，全家信主，全家得救；第二，全家侍奉主，感谢主；第三呢？成做别人的祝福，这就是菜市仔小组3个核心价值。咱来把这个代志当作是一个代志，求主帮助咱，全家得到救，的确是对着父母、对着家庭内底迄一站开始。上帝设立你成做属灵的大囝，安尼咱就要引带咱的儿女全家得蒙上帝救恩，互咱整个家庭同齐同心敲找主的道，用信心传承上帝所赏赐世世代代恩典。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瓦靠，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是上帝甲咱讲。极大信息的恩典，咱三甲做伙站起来。现在兄弟互牧师甲你邀请，牧师甲你拜托，你厝内面吼，检菜还阁有你的后生查某囝，无定着是你的爸母，还未信主，来为伊祈祷，提名来为伊祈祷。甲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吼，牧师正月29啊30，牧师正月30要去台东佚佗，一日游呢，透早6点我就要出门啊呢。你敢知影是安怎？淑英姐啊吼，这老这淑英姐啊，阮的钟淑英姐妹媳妇啊，伊的妈妈吼，正月30要生咧，所以这个乡北小组吼。6、7个兄弟姊妹哦，要同齐做去甲因做见证，甲因分享，所以呢，真欢喜所以苏英姐为因妈妈吼祈祷足久啊，感谢主上帝听咱的祈祷所以要去甲因妈妈洗礼，所以咱为着这个代志祈祷。牧师甲各位讲，甲你的妈妈的名字，甲你爸爸的名字，甲你后生查某囝的名字，即使伊若是还未得到救。把伊的名字放到祈祷中，为伊祈祷，为着你的家庭祈祷，全家信主，全家侍奉耶和华，成做正人的祝福。咱将着伊的名字放伫祈祷当中，有一日你一定会看到伊受洗归入主的名。即使咱若是讲，全家就是你家，把全家得救当成一回事，真的把它当成一回事。所以呢，甲咱厝内底还未信主的人的名字，甲伊放入去，或者是你咧关心你所上介好的迄个朋友，为着因提名来祈祷。咱52026年，咱会当含咱的上帝行了更较近，含咱的慕道友行了更较近，通安尼甲咱的慕道友带到上帝的身边，互上帝，互伊甲上帝行了更较近。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来祈祷。主啊，细囝伫这所在，搁再一届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唯独你是阮信息的上帝。
主，阮伫这个所在，搁再一届为着正月30，将疗育姊妹也要设立这个新型的事奉，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耶和华愿你亲自赐阮人民愿，因着你家己的怜悯甲疼痛，要继续施阮帮助阮。主啊，阮会仰望你，继续赐阮伫阮的心上，互阮会当三甲做伙，甲主你同行。耶和华，你路永远，阮将着安乐圣教会全家得到救，是咱安乐圣教会的宗旨。主啊，阮伫当中来仰望你，你亲自引带阮。继续使阮赐福伫阮的身上，互阮见证上帝，互阮全家来侍奉你。愿主你伫阮当中来路永远。主啊，无论任何代志，你伫阮当中引带阮，提醒阮的心灵，互阮进入上帝你家己的恩典内底。主啊，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阮需要起来，甲主你同行，得到你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主啊，是，互安乐圣教会每一个家庭是一家一家来敬拜上帝，一家一家来侍奉上帝。主继续引带阮，哈利路亚！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你的疼痛、你的喜乐、救恩的喜乐，充满伫你的教会。主啊，互每一位兄弟姊妹起来祈祷，起来传福音，起来甲主你相念。互阮甲主你行搁较近，互阮甲人行搁较近，互阮伫主你的恩典内底继续向前来迈进。哈利路亚！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阿门。谢谢主。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疼痛，互阮会通将着你过去伫历史当中所行所做这个美好的恩典，就是互全家得救。真做阮侍奉宗旨之一，主互阮也将着阮厝内底的人，阮既然疼惜因，伊既然陪伴阮，主你既然将因当作阮活命的产业，主就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起来，有备来得到这个活命真实的产业。主照你的恩典过去。落实伫哥尼流因的家庭，落实伫这个禁足因的家庭，主今仔日将到这个恩典悠然赏赐互阮，主互阮全家得到救，阮就全家隆重非常的喜乐。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兄弟请坐。瑞泽，你有没有报告那个异常事件？咱我即马先请瑞泽兄弟来报告咱2月初10初7的主餐，谢谢。兄弟姊妹平安，平安。这是阮伫迄个教会即届伫2月初7的时阵，有一个迄个一家一道菜即个活动安尼嘛。因为今年的迄个牧师的年度的教会意向就是靠了愈近，咱就会当传了更较远。咱希望透过即届2月初7的即个一家一菜，就刚刚牧师也有分享，互阮的全家拢会当得到救，嘛，互阮的教会会当伫即个时间会当有一个组织，伫上帝的听力，彼此的建造。所以呢，阮伫迄天应该会改到11点开始入场，11点半会开始，阮准备要食饭安尼。大家若是大家感觉会使做伙来建造家己建造教会，阮希望大家会当去后壁帮阮填写迄落，看要出啥物菜安尼。阮迄天就是做伙来食即个饭安尼，有一寡的分享，有一寡的活动，会当互阮伫即个组织内底彼此相听，彼此分享上帝对阮的听甲恩典安尼。好，谢谢。谢谢，感谢，谢谢。好，感谢主，互咱会通三甲做伙伫个疼痛内底同齐，靠了搁较近，了咱会对着，这是过年前咱无法度过年同齐做伙团圆啦所以呢，咱就伫过年前咱先团圆啦所以咱一家一菜
你若有龙虾啦，有鲍鱼啦，吼，拢甲炸来无要紧诶，对。所以就是三甲做伙。若无，就是有高丽菜啦，吼，有花菜，我来甲炸来吼。咱就是咱食好食歹，咱家己一家人，吼，咱有诶就加出一束啦。若较欠缺，咱就共款，莫讲无吼，去买一缕花菜，去炒一个高丽菜来，吼，就是出一寡，安尼但含人三甲做伙分享，吼，互咱靠较近，咱会当开始行即段路程来见证上帝恩典甲疼痛。毋知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吼？好，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吟唱圣歌殷勤做工，是互咱的日子，让诚侪上帝欢喜，让共齐做伙来见证上帝的疼。殷勤做工，直到主来的日子，咱三甲起立来吟唱。殷勤脚也来到，盼有一更是好。殷勤赶紧行天路，真正莫退步。殷勤效法主耶稣，因要敬圣基督。殷勤脚也来到，工作莫等候。殷勤脚也来临。快快唱叫灵魂，你若无宣扬福音，世人无望阮。快快报以有救主，稳定叫大丰富。殷勤教也快临，工作真殷勤。殷勤教也快来，为主真难服侍。天顶有冠冕等待，是为你安排。唔通犹如无在灵，生命温素加情。殷勤教也快来。工作真诚爱，殷勤教也快来，为主真难服侍。天顶有冠冕等待，是为你安排。唔通犹如无在灵，生命温素加情。殷勤教也快来，工作真诚爱。全能的上帝，的确纪念你手中所有一切良善义行，并你一切所奉献的。照主应允所讲，献得甘心的是上帝所悦纳的，并且要伫你良善甲仁义的顶面。济济，互你结出果子。照圣经所讲，以真济送香，以的仁义存到永远。各愿上帝亲自赐恩伫你的身上，互你将着全家得着救，全家侍奉耶和华，诚做你活命努力的方向，通叫你一生的年日，伫上帝恩典疼痛的下面，伫基督的救赎的内面。并圣灵的引带，互你往外突破，进入上帝所为你备办迄个更较大、更较阳光、更较有关联的侍奉甲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大家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